嘉义县沿海的五股府内，还有望寮三座渔港的码头，加作业平台悬度拢无够，大涝的时阵，拢会造成渔民作业安全问题。嘉义县政府16中昼去到渔港会勘，按算要把这码头做好搁较悬哩。港口内底的车体，布涵内底饮水的分解，嘉义县东石府内渔港只要拄到海涨，渔港内底就会淹水。渔民希望除了码头称悬，嘛会当解决塌沙的问题。就迄都拢淹起来分解，淹水淹起来，就是拢到遐啦。啊，这规拢水啊，无看路你是安行？变在用脚落夹钱拐啊，淡仔土啊。啊，若讲清清咧吼，无较深咧吼，就会好出入啦。安尼算讲把楼啦、考楼啦，要出入拢方便啦。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讲，府内渔港伫海面的悬度是1.03公尺，海涨的时阵上悬的记录是1.7公尺，所以海涨才会常常淹水。五股甲望寮渔港拢有同款的问题，会先来加强码头的悬度，刷来才阁处理塌沙的问题。这三渔港吼，下码头会来做一个加高，吼，互咱伫个大泵水的时阵啊，吼，这个海水吼被溢起来码头，互咱渔民朋友有一个较完善、较安全的一个作业的码头甲平台。嘉义县政府编1500万左右的经费，要来提悬五股府内甲望寮3个渔港码头悬度，改善渔港环境。暗算6月动工，今年10月完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